今日的朋友比较这位呢，黄文兴最近是话题人物哈，因为有几首歌好做就到家对吧哈？我们讲的是影片哦，影片哦，嘿，不是文字哦，不是文字哈啊，这个影片为什么会这样是选择一个同志的议题？然后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社会上其实一直存在这样的一个因为你知道吗？隐性的感情不敢抒发，压抑着啦，压抑谁的故事？我这是周遭身旁朋友的故事啊。那于是我把这个 idea 就是变成一个 MV 的一个架构，然后来把它演出，把它诠释出来。它根本是一个短片的，对，用个4-5分钟的时间，马上去诉说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主要也是觉得说，现在这个时代跟以往不一样，里面这么压抑的，那民主意识抬头跟言论自由也是非常的，就是可以让大家去表达出。但是一般人不太敢因为这样而跳下去演，对不对？一般会说，我来说一个故事，然后有个什么状况怎么样？是。而且你演里面的主角，你是被爱的还是？我是爱别人的，暗恋的。那你还有另外的对象吗？对，没错，很痛苦男主角很痛苦对啊，其实我是觉得其实所有的爱都值得被尊重啊。对啊，有时候我觉得真的不要用异样的眼光去看他们。没错哈，那当然你很勇敢的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呈现让更多传达出来。有没有很多同志的朋友或者是有啊，来跟你一些互动？有啊，就是他觉得我们做这样，他们真的非常感动啊，而且也有朋友在说啊，有没有下集续集这样？我说这个到时候要来讨论家嘛，那个下集续集哈。对啊，那我就是也想要借由这个音乐的元素去把它整个情感把它带出来，这样让大家可以更印象深刻。那另外一位男主角是你的好朋友，对，那个谢承君仔哥。嘿，那天那个我在脸书上其实看到还蛮感动的，因为其实你知道吗？创作是这样子啊，当还没有出去的时候，是我们这边乱想的嘛，对吧？但是成品出来的时候，就好像要对一个作品负责，是对没错。然后这首歌刚好你唱到那个重点的时候，对，就是大家要有点想要奔泪的时候，是，没错，就是搭配那个MV 里面的剧情，让大家就是更有所感，这样，对，没错。比佛利导演怎么说？当然第一次跟他说这件事的时候。他是还蛮下课的这样啊，然后他说，那我们把它拍成 MV 好了，就是把它拍成这个 MV 的架构，因为其实之前最早期，应该是也没有说到早期啊，那个我们的天后蔡依林，她其实也有拍过类似的这个 MV，对，然后当然这一次又用男生的男同志的这个方向去做这个不一样的诠释，对，因为之前那个是女的，然后还有在电影里面有呈现，对。那这次我们是用男生这样，对。好，那个男生出唱片嘛，当然我们用男生的角度当然来看待这样，因为如果是女的话，就感觉好像是在模仿人家，是。然后最后呢，我相信很多这个作品的呈现以后，我们不是为了要让大家来去公评啊，说他怎么样，事实上只是提醒大家，其实很多的爱都要被尊重，是没错。对，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面，我们的歌也非常的多元。当然。好，跳到最近的话题呢，还不是只有这个 MV 包括这个柳告家因为这个我知道，其实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想法啊，比如说这个音应该怎么写，这个字应该怎么念，尤其是台语嘛是讲真的啦，文心对这台语也不陌生啊。你跟爸爸妈妈应该讲台语，我拢讲台语啊。对啊，其实当然这个在被探讨，在被言论的，其实也有点类似，有点像在霸凌攻击你啦。OK， 就然后其中还有说如果里面还有几句话，就是说什么不懂台语，然后还要再唱台语，你根本就不懂台语的意思。那我可以站出来的，大声跟大家说，我是正港屏东台湾囡仔，土生土长的屏东囡仔，台语这个语言陪伴我20几年，到今嘛，我自细汉讲到大汉，所以台语对我是来讲是无陌生的。我自细汉，不管是伫厝内、伫学校，我拢讲台语；伫学校我拢讲台语。我来讲国语，是因为我起来北部做工课
大概拢讲国语，我较开始学国语。无你讲真正要讲国语，我是在上课的时候，当然会老师教国语都是讲国语，可是一下课跟同学甲同学之间就是拢讲台语啊。是啊。而且我必须要讲的是。我这个还是要扯一下年纪啦，不是爱跟人家说我年纪到了几岁，我快40岁，我68年次，所以我们早期那时候都是讲台语，我是讲台语长大，直到我快30岁才上来台北。那你觉得我有没有资格？其实我是可以说我是有资格。文呀，你在比赛时他们还很希望你多选台语歌，有没有？对，那时候希望一款的米呀，当然台语有分很多种。对，当然。那我们就回溯一下好了哈。说真的，每一次年度要创新的时候，我感觉好上辛苦是啥呀？文贤，你即摆你家想做吼，是迄个领奖迄个年代。对，你看咱伊咧丢稿的时阵哦，那个现场，我们那个看到那个摄影棚的摄影师说：“你不要再跳来跳去好不好？你这样走动我怎么拍呀？”结果大红，对吧？大红，真的。然后他把社会的现象写到歌里面，大红。当代的事件都写进去以后就大红，然后大家就开始一窝蜂，大家觉得说台语有希望。是因为我记得最早期的时候，当然我没有遇过那个时代，那个应该是我爸爸妈妈的时代，那个时候是有点像戒严时期，所以听说非常多的台语歌，你只要牵扯到很多东西。比如说政治或者讲到有一些什么比较自由言论的时候，都是会被封杀。对，没错啊，会被锁起来。对，可是你也知道说，因为那个时候开始让更多的年轻人听台语歌，对吧？当然。所以讲我伫讲哈，想要甲真侪朋友讲哈，其实在创作里面是无限的挥洒。对，但是你准备写啥，你来写哈。有一个年代的这个部分呢，也许我们用新一点的想法和笑脸来当来接受。而且我觉得每个世代有每个世代去诠释这个台语歌曲不一样的方式。那比如说像现在这个世代，为什么我会做这件事？其实我可以乖乖的出张国语专辑，那搞不好中我就去大陆就好啦。说真的，那为什么我要去冒险发这一张台语专辑，而且是用流行歌曲的方式去做？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我记得我刚出道的时候，我回去我南部乡下这些小孩子呢，你知道南部乡下小孩子讲国语，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台湾国语，跟北部都市对 Q 那个 Q 还是会在。但是我前阵子8、9年后，就前阵子我要回去，我要注意听了一下，现在的10几岁的年轻人。他们讲国语基本上跟北部是听不出来了哈。为什么？就是可能家里面爸爸妈妈讲台语，可是他们不讲台语他们只讲国语。那台语只是一个就是可能开玩笑讲一些类似有点调侃的话，那是比较处理的就是那种俚语的东西这样而已。不然他们几乎应该都是讲国语，所以他们讲出来才是非常字正腔圆，就是你听不出来。这是南部吗？这讲的国语怎么都跟北部的是一模一样？可是我们的台语跑去哪里了？对不对？对啊，台语跑去哪了？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听国语歌曲他们都觉得国语歌曲是流行的，结合很多流行元素，结合韩国，结合国外欧洲、欧美的一些编曲东西。不尽然，我跟你讲，越本土叫做越国际只是用什么样的音乐来诠释？真的，对不对？对，于是我就想了，我就觉得说，我是一个线上的艺人，然后台语又是我的母语，我真的有这个义务跟责任，然后去把台语推广给新一代的，就是我们10、20岁这些年轻人听，让他们觉得说，台语其实它不俗气，对，它也听起来没有那么难听，它其实有无限的可能，跟国语的流行音乐一样，是很流行，对，是一样。国外没有在分这些的，对，是音乐真的没有语言的限制啊。好了，所以呢，各位朋友另外我身边一块的这类鲜花，想要听一些什么样新的台语歌听黄文兴这张专辑，你可以感受一下很有诚意的表现很有创新的感觉是咱未来这类路啦，是总是要改变一下嘛来一首歌吧，好不好？好，是这一波的主打歌，先来一首好不好？先来咱的第一首歌。就是就到这啊，就到这来听这黄文兴。你爱情叫本来地的
用生命去换。原来我只是你的配角，无能力解释旧情的变化，踮伫感情的世界，谁才是故事最后的主角？心碎的想无要留予谁？剧情无奈甲心痛，就由我来收煞，就到这，咱就到这，情到哪袂当准煞，就到这，爱到这疼，就雨伞放雨开你我。我妈问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啊？我不想耽误你，我们就到这里。今天的宾果 BIG 委员黄文新哈，相信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一个拍过偶像剧，现在在8点档里面当男主角的演员兼歌手哈。是，你本来是要唱歌，你欢喜。你应该怎样？你应该知道啊，就是这个歌手啊，对不？然后后来一发专辑又拿到了金曲奖，对啦，金曲歌王。可是理想是理想啊，现实总是残酷的嘛。你讲巴都爱狗呀？对，巴都嘛爱狗，对啊。看哪嘛是巴都爱狗啊。但是我跟你讲，演戏对唱歌很有帮助。我也是这么觉得，有没有？因为其实我只可以先出这个天地专辑，是有人听过啦，但是比较少，然后甚至也搭了某台的那个片尾曲，搭了3个月，那也算是效果不错，但还不至于大到什么程度。后来我演了一部戏剧叫做《蒙甲耀辉》，Manga 耀辉，嘿，就是跟李威啊、林奕欣啊，还有蔡正南、李罗他们演的，对，跟黄登辉，中的
伊是讲啊，我这个角色出来，好，我是内底的角色是一个太子，但是伊要搞做成太子内底较深情的感觉，一种定位，所以就挑选着我这个迄时阵天地专辑内底一首歌曲叫做《三心两意》。三心两意，嘿，对啊。基本上对，那扎公三心两意几的，因为是三角恋，三角恋的瓜葛嘛，对啊，因为我跟林奕星、李威、林奕星跟我就三角恋的瓜葛，那就挑选这首三心两意，加而且我只要叫我一出现，就马上放三心两意。他在这个片里面插曲，对，像扎公绑着呢，这。既然后来大家渐拢知影讲，我唱三心两意，我唱天地啊，真正我感觉这反倒是这种很另类的宣传哦，你想无的嘛，对，有搭剧，然后立马的莫名其妙，有的时候你路边饮料店经过，你还听到广播电台在轰上烈光，轰上外就回笼了，对，因为电视红了嘛，而且我记得我出专辑是2010年，可是我拍戏是2011年，其实时隔大概快1年。这就你要知道哈，很多歌是这样子被炒红的，真的。那个你们那个你是我的眼啊，对不对？还不是炒红的哈，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的状况哈，从黄文兴的身上你会发现人生没有不可能哈。对，我真侪好朋友哈，拢是兰博囡仔，爱做音乐，但是。他就是抱着一个梦想跟理想，都年没成功了嘛，真济啦。对啊，所以你应该觉得自己还蛮幸运哦。其实我感觉天公伯也对我真好，嘛真照顾我，互我一路算我唔敢讲偌好，但是上无啦，我做顺势的。系啊，个机会一直来，机会一直来。你要谢谢爸爸妈妈，真正。什么谁料还好看？当然嘛，现在当然这是上基本的呀，相对啊。当要做小生嘛，不一定说一当做小生嘞。爸爸妈妈到我想要感谢的是我的老婆啦。是。当初是若是无报名，我应该唔知，我起码唔知，应该是开始的建修的上班族。东西在做啥？仓储管理，一个月的嘛，不偌这些。了解。对啊，就是枯燥的工作，但是它也是一个生活的一个过程，对不对？可是我是想说的是，以往我做我的工作，以往大概都是一年至2年。我的忘掉了。我的这尾登固了，因为太稀倦怠没有，我一直想说，我是不是确定我真的要做这份工作？我真的对这份工作有热情、有兴趣吗？我一直在怀疑自己，然后一直工课嘛，咱换来换去，北部嘛做欢乐的，后来比赛比到10强的时阵，我在想，我是不是会当敢唱歌，还是你这个演艺圈、演艺事业当做是正业，当做是一个家己的事业，好啊，可以经营，对吧？所以那念头当真的开始反转了。其实我跟你讲，你也别想两边都兼啦，外公不可怜啦，对，你知道不哈？因为你知道，一个有知名度的人跟一般人就是不一样。是，然后那一简跟你问候的时候，黄文兴，黄文兴对吧？哈，朋友嘛，就是安尼啊。可是呢，你会碰到很多不认识的人开始说，阿弟最近，最近大家没电视看你，而且最近在做什么？有没有新的作品？对，一堆的问题就来了。对，你如果不做艺人，你怎么回答？无啦，我是唱好耍的啦，嘛不是啊，对嘛不是啊，对啊，真正，所以其实我嘛真欢喜，拄好有这个歌唱比赛这个舞台，会当我找到我家己的梦想，而且哈，这个梦想哈，你要知道他是从素人去比赛的，我觉得这是最伟大的一点，就是你坚持你的梦想，你试试看。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也不觉得你应该会到亚军。我真正无感觉，因为我感觉比较好唱的，真是太济，足济啦。徛咧舞台顶吼，你拢徛咧舞台顶有比别人较引导嘛无，你比别人较好唱嘛无，比别人较好讲的嘛无。凭什么？但是后来我才知影讲，你努力啊，就是坚持啊，而且你那个认真的态度，还有我跟你讲，其实这舞台顶有企图心拥有太多人反而没有企图心，你有感不感？对啊，反正是没有的人那个企图心比较旺盛啊。对，而且我认为说真的，那个时候黄文兴已经有那个帅的味道出来了。帅的味道出来，所以后来这个导演会看到他说演偶像剧啦，拍8点档，电影拍了没？
电影之前有拍一个我不穷我只是没钱，就是讲岐山的一个香蕉。对对对，我记得有一个香蕉的故事。对香蕉的故事。好，以后要继续加油哈！我希望在这个大荧幕上面也看到黄文兴。我干嘛本土的演员哈，其实有很多很棒的啊，经过磨练之后，演技更好的，然后在大荧幕上面可以呈现更唯美的一个画面，好不好？第二首歌我来点，好不好？好，你来点。哇，这首歌我跟邵大人都异口同声说，做人爱本事，你知道吗？这首歌可以靠美外哈，摇滚的风格，摇滚的风格，我们来听听看哈，林东松老师的作品哈，来黄文兴最新专辑来对歌本事。你若有本事，就唔免拜托要求；你若有方向，总有一条出路。要踏的路，怨叹无人生的前途。若真正本事，免惊坎坷来阻挡。认真的倔强，天地命有嘛不常。扭转乾坤，万事拢掌握在手中。啊哈啊哈！挑起孤独，是王者一贯祝福。来北里路，连连风，写来去有踪。心目中，正如泰山的胆量，是绝世英雄。你呀，无在条路免讲，若袂碰风，创业背后第一功。你呀，头车保袂波动，若袂成功，提出本事第一强。你呀，无在条路免讲，若袂碰风，创业背后第一功。你呀，头车保袂波动，若袂成功，提出本事第一强。你若有本事，就唔免拜托要求；你若有方向，总有一条出路。要踏的路，怨叹无人生的前途。若真正本事，唔惊坎坷来阻挡。认真的倔强，天地命有嘛不常。扭转乾坤，万事拢掌握在手中。啊哈啊哈！挑剔孤独，是王者一贯祝福。来北里路，连连风，写来去有踪。心目中，正如泰山的胆量，是绝世英雄。你呀，无在条路免讲，若袂碰风，创业背后第一功。你呀，头车保袂波动，若袂成功，提出本事第一强。你呀，无在条路免讲，若袂碰风，创业背后第一功。你呀，头车保袂波动，若袂成功，提出本事第一强。人生就是安尼啦，起起落落啊，步步颠颠哈。在这里给来对哈，他算是心运不错的。不过人哈是一念之间的哈。我看伊在做音乐不离要坚持，拍戏当然，你嘛8点懂就是当道当红嘛。你不是刚刚昂家呢？你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那边看台语戏啊，是讲迄个看这个8点档，弄也只要黄文兴的嘛，对不对哈？因为这样你拓展出去了。对。可是我发现你在做专辑，你还真的蛮多坚持的。对啊，我其实真坚持，然后下来坚持到连我家己拢会感觉，我是不是稍微过节啊？
哦，S 购就是你自己讲的哦。对啊，现在真起来，因为有的时候感觉讲这一寡物件嘛，是爱顺应一寡时代的潮流嘛。就是该有的还是要有观众的、群众的、听众的市场、听众的市场嘛。对。但是，我感觉咧做这，尤其是演教拢有，但是袂去顾虑到市场。好啊，是不是可以稍微综合一下哈？其实我觉得里面也是有这个味道了哈，但是因为我知道你有很多的音乐的想法，伫咧新的专辑。因为综合嘛，不是讲无做过，其实你像我过去这个天地专辑，也是讲旧年的这个愈行愈勇，其实做的歌曲这个编曲呢，虽然是较新台语，但是伊嘛是有保留咱这个原本台语歌曲这个传统的这个演歌，这个做法开口，保留咱台语开口这个做法甲方式来做这个歌曲。但是这张我是完全甲除了本书啦，本书其实是它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开口，但是也不旧啊，哎呀，对啊，也有新意、啊，也没有像去年这样，也不像愈行愈勇这样啊。那等于是整张专辑，它其实是比较走新一点的。那何谓新一点的，就是我们这一次是用了几乎全部都是用国语的编曲老师来啊，了解哈。所以它的节奏的方式呢，也比较有一点点新意哈。对，用它其实就是流行国语，它不是唱流行国语，它背景音乐是流行国语，但是它的语言是台语啊，而且它里面的词义还真的蛮新的。对，我觉得这个倒是好事啦。咱讲市场像你多哈，不一定大家都在做港口的代志啦。啊，你有你的坚持嘛，然后希望把这样东西，和笑脸呢。对，其实我最大的用意是给它推广出去了，因为我发觉现在的年轻人，甚至我周遭的，我有一寡亲戚朋友，这少年囡仔，后生族囝，拢是较听国语。你讲叫因听台语，拢是较时代人在听。听袂对吼。因无了解，因为这是咱属于咱较当阵的时代，囡仔时的时代。但是伊可能无都接受，因较听的是即马较流行的国语歌曲。所以我是感觉咱台语歌有慢慢啦。萎缩，慢慢啦，示威这样，有点这个传承甚至连这传承渐渐没无，因为要传承咱一定爱有少年囡仔来传承。对，而且吼，那为歌开始吼，咱会记咱嘛做少年的时阵，迄个林强的迄个向前。是啊，那个时候就有一股火花。对啊。然后后来也有萧福德啦，哈，他们唱一些比较新一点的哈那样子的东西，这个当代，所以我感觉你起码有迄个位置哦，如果在这个当代，我们可以让少年人来听台语歌。对，我就是要少年人听的是，这些呢，不是讲一定爱做摇滚，像五月天这样，或者是说像911这种饶舌的东西，或者是像电音，它台语才能做这个，它其实很多情歌的东西，甚至英式摇滚，它也是可以这种东西，对，这种东西也可以把它5百嘛，有这款的物件，对，嫩的物件，然后用不同的音乐结构，对，然后它的音乐结构是属于比较流行国语的元素，和你听到会感觉，少年仔听，听这前奏的时阵，感觉这是国语歌曲，但是一听，这些唱啥啊？这是台语歌台语了解，马上做成安呢。我觉得好哈。对啊，因为我们这个总是要有歌手哈，公司愿意投资做这样的事情哈。你现在背负的这个责任哈，咱继续要给下落去哈。所以你在听黄文兴最新专辑的时候，你可以用心的看里面的词义，其实列数哈，当代的这个社会现象其实还蛮贴切的。对，讲真的哈，你现在哈就买感情你就知嘛哈，有当下到家就好啊，到家就好，OK， 对，就到家哈，就到家好，这张专辑的真正的名称叫做《爱那西》哈，给你很多的想象空间，从爱那西安诺去做延伸，或者改去填充了，好不好？好，我们再来一首歌哈，来思念先刷，为什么？因为这首歌嘛，刷是迄种呢散沙吗？散沙啊，哇，思念散成沙，哇。对啊，没办法聚焦，
没办法聚焦。哎呀，你只要刷哈，阿蒙头啦，有的时高社会时都两社会哈，对吧？而且当初是这首歌是嘛是林东松老师写，但是当初 demo 编的是较澎湃，比较大气的，对。后来编曲的老师一个变成有淡薄仔宁静，就是足适合聆听的歌。真侪听众朋友拢欢迎讲，一听是一开始听无感觉安怎，就是愈听愈入味啦。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黄文兴的新歌《思念心刷》。旧年的北海花，有你伫这。做海风看黄昏，等你落山。美丽约定双人行，笑容满满。一份真心的快乐，幸福作伴。如今的北海花，无你伫这。连连风海影声，凄凉孤单。风袂散去的往事，情线无痕。心叹一切过去啊，像消失的手中线。咱前世无注定，偏偏情爱大半。问天安排一段缘分，怎样来断线？望春夏等秋冬，一颗心永远袂冷淡。以为爱过留下通好怨叹，心有影爱无看，思念已变成山。你的约定双人行，笑容满满。一份真心的快乐，幸福作伴。